熒幕前記性好嘅你，一定記得之前 Candy 同大家睇過由宇宙最強新鴻基喺濕地公園旁邊打造嘅 Redland Seasons Park 嘅別墅啦。咁但係有啲朋友仔咧就同翻 Candy 我講喎，咁大間別墅真係住唔晒喎，咁點算先？放心，今日 Candy 會同大家睇睇同樣擁有自己嘅私人花園或者天台嘅 Redland Seasons 系列嘅第2期 Redland Seasons Bay。開始之前，先同大家溫故知新下先。我哋嘅 Redland Seasons 系列，除咗擁有645萬尺濕地公園之外咧，我哋項目佔地26萬5千平方尺嘅會所入邊，室內室外嘅游泳池啦、健身室、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兒童遊樂場、宴會廳、BBQ 電影院呢啲當然全部齊備晒啦。而且我哋行出門口咧就係濕地公園嘅輕鐵站添啊，接駁翻去呢個天水圍嘅地鐵站，5個站咧就可以去到九龍，7個站尖沙咀、西九龍高鐵站，門口已經有巴士、小巴線可以去翻元朗、屯門、荃灣、旺角機場等等添啊。能夠用一個咁高氧嘅環境，同時亦都不失呢個交通嘅便利。除咗我哋新鴻基已經自設一個中小型商場，有齊晒日常生活所有設施之外咧，我哋搭幾個輕鐵站就有佔地60萬尺、超過200間鋪頭嘅置富嘉湖大型商場啊！所以無論喺交通啦，同埋飲食都好咧，全部都係一應俱全啊！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，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 Candy 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！咁究竟宇宙最強嘅新鴻基喺呢度咁地靈人傑嘅地段打造出嚟嘅 Redland Seasons 系列，究竟有幾正呢？ Candy 今日即刻帶你去睇睇。老闆，而家同你睇緊呢一間係1141尺4房再加複式再加天台俾你嘅單位，相當地震撼。點解新鴻基做嘅則可以咁實用嘅咧？由門口開始講起先。入門口位置，發展商已經幫你做咗 Samsung 拍卡指紋，再加密碼門鎖噶啦。入到嚟咧，你會發現到我哋嘅客飯廳呈現咗個大 L 字形嘅。除咗我哋呢個位置可以做到家庭廳之外咧，我哋呢個位置咧，如果你屋企有其他嘅家庭成員腳步不方便或者老人家嘅話咧，我哋呢邊咧可以揀多間房俾佢咧，我哋做一間老人家房，咁佢就唔使行樓梯啦。而且我哋呢邊個景觀咧，哇！你完全可以感受晒呢個645萬平方尺咁高氧環境嘅濕地公園景觀啊！喺香港嘅石屎森林，竟然可以感受到呢個感覺，相當地誇張啊！入到嚟整體客飯廳空間就不夠不失啦。我哋呢個位置咧都相當之闊啦，喺呢一個位置擠翻張大梳化。搞錯啦，再嚟。應該呢個位置擠大梳化，然後呢邊擠翻個100寸嘅大頭石銀幕，完全冇違和感啊！除咗喺我哋嘅天台一個空中嘅派對空間之外咧，喺我哋客飯廳咧都有個大平台喎，出嚟感受下先。我哋呢個平台整體空間非常之寬闊啦，所以咧我哋呢邊咧要開翻個5至6人嘅燒烤 party 完全冇問題啊！後方咧就望翻我哋天水圍一帶咧自己內園嘅景觀啦，而前方咧廳房同佢都係望翻一個咁靚嘅濕地公園景正啊！雖然咧買得個複式單位咧唔多唔少都最少會請個工人噶啦，但係我哋擁有新鴻基咁靚嘅廚房，有時啲太太啊女神咧都大展廚藝嘅，入嚟望望先。入到嚟一個 S 型嘅一個台面設計啦。首先我哋亦都有工人房嘅，工人房呢邊都相當地幸福啊，有自己嘅明窗啦，可以吸收住濃濃嘅氧氣啦。而且呢個位置要請翻個大概1.8米嘅工人都唔係唔可能喎。喺我哋廚房位置仲有一個平台位嘅，平時喺度洗件衫直接晾衫，一應俱全啦。入到嚟我哋所有廚房電器品牌都係德國名師嘅品牌，西門子嘅抽煙機啦、3號頭、微波爐、雪櫃、焗爐全部一應俱全，超正啊！睇完我哋客飯廳，上我哋寢區望望先。我哋家庭廳嘅位置咧樓底就3.5米啦，咁所以我哋行呢個樓梯都唔